各位，一個由香港去上海復旦大學讀書嘅學生，今日喺返港途中被上海邊檢人員拘留，懷疑佢係被禁嘅市高聯成員，同埋攜帶一批被禁嘅物品離境。港府同英國駐華大使已經向中方查問呢件事，但係就仲未得到答覆。被扣留嘅學生姚勇戰上個月4號曾經接受過我哋訪問嘅時候，表示校方當時係曾經警告佢哋唔好參加學生運動。據佢屋企人講，姚勇戰曾經喺3號晚由上海去北京，前晚返回上海，而由於佢身上並冇足夠嘅錢買機票返嚟香港，所以就去上海嘅英國領事館求助。港府發言人話，姚勇戰係由英國使館人員陪同去機場，喺機場被中國官員截停。港府已經聯同上海總領事同英國駐北京大使正式向中國政府提問，佢是否同埋因乜嘢原因被扣留，但係就仲未得到答覆。全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成員司徒華話，佢哋已經透過港府同北京英國大使館聯絡，了解事件嘅真相，而呢個學生嘅家人亦都已經飛往上海查探呢個學生嘅消息。我哋目前呢，就按照上一次我哋營救李卓人嘅方式一樣，我哋立即知會咗香港政府。咁透過香港政府呢，就聯絡咗英國駐北京嘅大使館同埋駐上海嘅領事。咁另一方面呢，我哋亦都聯絡咗新華社，咁希望佢哋呢能夠盡力幫忙，使到呢位學生能夠返到嚟香港。知唔知道呢個學生行咗啲乜嘢？俾北上海嗰度扣留？詳細嘅情況我哋唔知，因為香港知道嘅消息呢都係完全聽上海電台嘅廣播而家先知道嘅啫。不過據說呢話係喺海關上邊搜到佢帶啲嘢，佢哋唔中意嘅。搜到啲嘢，即係譬如好似或者係印刷品啊之類咁樣嘅嘢。喺國內各大城市嘅民主運動陸續被鎮壓同禁制之後，中國公安當局展開拘捕行動，喺北京同上海都有工人被捕。另外，官方媒介亦都對美國為方勵之提供庇護作出猛烈嘅攻擊。中國中央電視台喺晚上新聞聯播報導，北京公安人員尋日下晝拘捕咗當局定為非法組織嘅工人自治聯會嘅一個成員。報導話，呢個姓楊嘅工人喺上個月22號加入工人自治聯會，喺5月30號有份煽動同衝擊公安局同公安部。報導又話，佢冇遵從戒嚴令嘅規定，自動投案。而喺上海，公安人員亦都拘捕咗上海市工人自治聯會嘅9個成員。報道話，佢哋散發傳單，號召罷工，同混入學生中間堵塞交通，破壞秩序。報道話，喺拘捕佢哋嘅同時，當局亦都取締工人自治聯會。除咗工人之外，上海當局又聲稱破獲一個叫做中國青年民主黨嘅反革命集團。報道話，呢個組織嘅綱領係要推翻政府，而組織主要成員已經落網。另一方面，中央電視台加強對美國嘅批評，新聞聯播引述觀眾來信，指責美國之音報導血洗天安門係造謠。另外，又借來信指責方勵之夫婦。方勵之、李淑賢一貫敵視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一貫敵視社會主義制度，他們製造動亂，從事賣國活動，實為十惡不赦的民族敗類。他們根本不能代表中國知識分子。我們強烈要求美國政府遵從國際慣例，把賣國賊方勵之、李淑賢交由中國政府承辦。我們也要求我國政府採取強硬措施，嚴防這兩個賣國賊出逃。雖然受到中國批評，但係美國駐北京大使館仍然表示願意為有需要嘅學生提供庇護。美國駐華大使李傑明話，如果恐怕受迫害嘅學生領袖提出要求，美國使館係願意俾佢哋暫時庇護。中國駐三藩市總領事館2個官員宣布向美國尋求政治庇護，呢次係北京發生血腥鎮壓之後第一次有外交官員辯捷。呢2個向美國尋求政治庇護嘅外交官係三藩市總領事館僑務組副領事張利文同文化組新聞官周黎明。
佢哋喺出席三藩市一個反北京暴行嘅燭光集會上，宣布唔再擁護北京政府。上個禮拜天，我們從電視上看到，我們軍隊屠殺我們的人民，就是這件事才使我們促使我們這樣行動的。因為我們覺得，雖然我們是作為外交官，我們應該恪盡自己的職守，但是首先我們是中國人，首先我們是人，這些事情都不是人應該做出來的。所以我覺得，我們儘管很喜歡我們的工作，但是我們一定得在這兩者之間做一個選擇。我們一定要 make clear。那麼您對於後果擔不擔心？對於您將來的安全？我知道後果。我們做的時候，我們已經考慮到後果。如果我們害怕的話，那麼我們就不會來了。您對於您的未來有什麼打算？現在還沒有詳細的考慮，我們得跟律師談了以後才能決定。那麼在領事館其他的同事有沒有同樣的感覺？昨天已經有2個領事悄悄離開了領事館。佢哋話：本來係要喺會上對群眾話冇人喺鎮壓行動之中死傷，但係佢哋冇法子揞住良心講大話。中華民族正在處於一個最危難的時機，我們有很多同胞已經獻出了鮮血，我們每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都應該在這個時候站起來，真正作為一個人呢，在中國生活，要有我們的自由。那麼您在上個禮拜看到這個屠殺行為之後，您的心情怎麼樣？我看了這個大屠殺之後，心情非常的沉重，非常的難過。同時，我看到那些英勇的烈士們，他們也鼓舞了我們追求民主與自由的勇氣。是。那麼您對於您的後果有沒有考慮？對於我本人的後果，我考慮的不是很多，我所考慮的只是我在大陸的家人的安全問題。美國聯邦調查局發言人已經證實咗呢2個外交官向美國尋求政治庇護，並且表示已經轉交俾移民及歸化局處理。而上海當局亦都開始實施新聞封鎖同限制記者嘅採訪活動。上海學生打算喺今日舉行集會，悼念北京血腥鎮壓嘅死難者。袁建國報導。喺尋日，幾十個學生去到公安局門外，要求用佢哋嚟到交換前晚被捕嘅9個上海工人自治會領袖。學生嘅行動得到群眾嘅支援，公安人員就組成人牆，將學生同群眾隔開。不過就冇干預到學生嘅請願行動。雖然北京當局開始清除北京多間大學嘅大字報，不過喺上海嘅大學裏邊，仍然係見到壁報板上貼有大字報㗎。另外，校園內亦都係有花圈悼念喺北京嘅死難者。目前，中國當局係大舉搜捕民運分子，上海高校學生嘅活動就要轉到地下進行，佢哋印發傳單。另外，佢哋亦都收集咗唔少捐款作為活動經費。至於上海市面就顯得好平靜，市政府門外有公安人員站崗，不過上海當局開始限制記者嘅採訪活動。前日採訪上海大學遊行嘅英國獨立電視公司新聞製作人紐波特，尋日仲係被公安局係驅逐出境。亞洲電視記者袁建國報導。一段剛收到嘅消息，中國政府已經發出拘捕令，通緝方勵之夫婦，理由係指佢哋最近喺北京嘅動亂期間進行反革命宣傳同埋鼓動。剛剛結束喺本港訪問嘅4個英國不同政黨議員都話，英國係冇辦法為300幾萬香港人提供居留權，不過英國會喺其他方面履行對本港嘅責任。工黨議員侯夫曼話：佢哋知道港人對前途嘅憂慮，尤其是啱啱北京發生嘅暴力鎮壓事件，港人會更加渴求得到英國嘅居留權作為最後保險。但係侯夫曼話：英國唔能夠單為香港人提供居留權，否則其他人亦都會提出同樣嘅要求。保守黨議員布力克就話：為300幾萬持有英國屬土公民護照嘅港人提供居留權係有困難同唔可能㗎。不過佢話英國會考慮修改現行國籍法，去為部分港人提供一套喺英國居留嘅方案。不過呢套方案要等保守黨有把握喺國會上提出，而且會獲得通過先至會提出。尋日我哋報道過廣西北海市嘅居民接待越南船民嘅情況，今日我哋再睇下呢啲船民喺來港途中嘅不同遭遇。
廣州領事館今日特別安排咗一班飛機由武漢接載外國人嚟香港。呢班特別嘅包機喺下晝6點抵達本港，機上100幾個人，全部都係由武漢撤走嘅外國人。部分啱啱抵達嘅人對記者話：武漢嘅局勢並唔係好緊張，只係每日都有學生遊行，交通受到影響。而美國駐廣州領事萊高就話：美國已經勸喻所有美國人暫時離開中國，所以佢今日特別安排咗一隻包機，將外國人由武漢撤返嚟香港。佢仲親自陪同呢一班機一齊嚟咗香港。全港資源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成員司徒話：對港府增加收容國內政治難民表示歡迎，不過佢認為港府應該為一啲喺香港中資機構工作嘅國內員工提供政治庇護。何潔珊報導。全資聯成員司徒華話：北京大舉搜捕知識分子，顯示北京當局又一次違背唔會秋後算賬嘅諾言。司徒華對港府增加收容國內政治難民表示歡迎。佢話：港府除咗應該收容國內政治難民之外，亦都應該為在港中資機構工作嘅員工提供政治庇護。我哋仲要注意到喺呢次事件嘅當中啊，香港嘅中國機構，佢哋擺出一個好鮮明同香港市民同全世界人民企咗喺咁嘅立場。咁佢哋啊，亦都可能遭遇一個危險嘅，就要被調返國內。咁對呢一批人啊，我哋香港人係可以做比較多嘅嘢。我覺得香港政府，假如佢哋需要嘅時候呢，亦都係要俾政治庇護佢哋。司徒華又話：佢會向正在訪港嘅英國國會香港事務小組成員反映國內嘅局勢。另外，全資聯今晚會開會選出董事局，準備長期資源民運工作。亞洲電視記者何潔珊報導。喺新華社香港分社門外設置咗1個禮拜嘅民主台，今日進行清理同公祭儀式，哀悼北京嘅死難者。何潔珊再報導。呢個民主台係喺6月4號北京大屠殺之後，由本港一班市民喺新華社對開嘅路面蓋搭。每日都有唔少市民到民主台致祭同埋簽弔唁冊，路牌擺滿鮮花同埋輓聯。民主台嘅工作人員話：喺1個禮拜之內有300萬市民到場簽弔唁冊，而佢哋都覺得喺呢一個階段簽弔唁冊或者拜祭已經唔可以起到任何作用，所以特別喺北京死難者頭7嘅日子舉行公祭、清理同埋焚燒民主台附近嘅花圈、輓聯、祭像同埋橫額，以示對北京死難者嘅哀悼。民主台嘅代表更加將300萬人簽名嘅弔唁冊交咗俾全港資源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另外一個社工團體今日亦都發起遊行，佢抬住一個寫住中國魂嘅棺木，由維園遊行到新華社。佢沿途奏起哀樂，並且喺新華社門口宣讀聲明。後嚟佢哋將棺木移交俾民主台嘅代表火化。亞洲電視記者何潔珊報導。700多名來自中國82所高等院校嘅在港校友，晏晝舉行追悼會，哀悼受血腥鎮壓嘅北京死難者。由6月4號血腥大屠殺到依家，剛好係1個星期。連日嚟，本港都有大小唔同類型嘅追悼儀式。晏晝呢個追悼會，雖然內容都係邀請由北京返嚟嘅目擊者回憶當日嘅情況，再由參加者講述佢哋嘅個人感受。但係唔同嘅係，今次喺北京嘅死難者當中，好多都係參加者嘅師弟師妹，再加上大部分參加者多數都喺國內生活過一段長時間，因此情緒都係相當激動。香港基本法諮委會秘書長梁振英表示，雖然最近中國嘅局勢發展令到港人對基本法失去信心，但佢認為仍然有必要訂立基本法，亦都無需要重寫中英聯合聲明。基本法諮委會秘書長梁振英喺出席完一個公開論壇後表示，
佢唔希望香港人因為北京嘅局勢發展而放棄參與基本法嘅工作。佢覺得基本法仍然會對香港有一定嘅保障。有啲朋友話基本法只不過係一張紙，佢抵擋唔住槍炮。但係我覺得有一張咁樣嘅紙好過冇咁樣嘅紙。第二，即使基本法作為一個保護盾，佢嘅保護功效好成疑問。我哋亦都唔希望因為冇香港人嘅參與，基本法裏面呢係有一啲好似劍咁樣嘅條款呢係直接針對香港人嘅。另外，佢亦都唔贊成各自執行或者係重寫中英聯合聲明，因為咁樣做可能會俾中國有藉口放棄遵從聯合聲明。如果我哋對現有嘅中英聯合聲明冇信心，我哋對新嘅中英聯合聲明呢都不可能有信心。現在呢個中英聯合聲明裏面嘅條款呢，其實香港市民係相當滿意嘅。如果我哋因為今次北京發生呢啲事，我哋就單方面要求重寫聯合聲明，我哋好難保證若干年後英國或者香港唔發生一啲社會問題，而俾中國政府一個藉口將聯合聲明擱置或者取消。如果發生咁嘅事呢，係香港社會極大嘅不幸。目前由於受到國內局勢嘅發展影響，香港基本法嘅起草同埋諮詢工作係已經暫停，而基本法嘅諮詢期亦都已經係延長。亞洲電視記者李德生報導。喺天氣方面預測出